犀利啊！俾大家熱烈掌聲，感謝拍拖下嘅3個，可以同嗰個同學仔相應嘅，即係我覺得教育係好有意義嘅，會互相去即係去散播開去將啲信息，或者係精英，唔係淨係年輕人最高 performance 嗰下先至係一個高峰嘅精神，而係咧，我覺得喺人生唔同嘅，即使係唔同嘅性別、年紀、行業唔同嘅階段，你都可以創造自己高峰嘅。真係好型！阿問生嗰句，你係幾時去諗呢一樣嘢嘅咧？咁3年前啊，依家係2023年，我就曾經咧去台灣咧，就係環台就踩單車嘅。咁當時咧就同2個朋友啦，同埋我太太啦，即刻就開唔知點解，即係踩完一次單車好唔清楚。大家如果有踩單車咧，都明白㗎啦。踩單車好快過嘅啫嘛，咁唔會話喺嗰度睇各樣嘅嘢嘅。喺嗰個日期嘅選擇嗰方面咧，邊個季節去係最好嘅咧？咁啊當然咧就係揀唔好太熱啦，又唔好太凍啦，就會係 miss 咗4月10號翻嚟香港。點解我要4月10號翻嚟香港咧？就係因為阿仔生日，咁我就唔想miss 咗家庭呢啲嘅重要嘅聚會啦。咁我有一個學生咧就好聰明啊，佢話：阿李 Sir，不如賽之前開始行，咁咪得咯。咁我諗下，咁又度下，咦可以喎。咁呢個橫幅係揾咗邊個畫嘅咧？巡遊一圈啊！就係揾咗我仔嘅女朋友。咁我今次呢個環台咧，就1個目標4個元素。1個目標咧，大家都當然知道啦，就係已經完成咗㗎啦，就係環台1個圈，跑、食、交、遊。跑咧就係跑步啦，食咧就係食嘢啦，交就係交朋友啦，遊就係遊覽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就會加多咗一啲嘢啦，就係有啲咩觀光點咧喺嗰日裏邊，或者係嗰個區有啲乜嘢好食嘅嘢咧咁。跑，咁最主要咧就係參加呢一個 UTMB 喺墾丁第1個台灣嘅 UTMB 比賽。咁我係跑50公里，咁都唔錯啊！分組睇嗰啲實物。之外，見到穿戴方法都好特別。我喺香港真係未見過呢款就，未見過。咁洗完咧就有啲創意嘅嘢做啦，每一日洗完都要做嘅，就係揾嗰條尼龍繩咧，去揾一個位係可以晾衫。去台灣應該係入台淨係30人。係呢個問題咧，都有人問過我㗎啦。咁如果你係用免簽證嘅入台，你係用特區護照咧，只係可以30日免簽證嘅。咁但係如果你係用特殊嘅原因咧，就係睇下你嘅特殊原因係咩原因，咁係有機會係可以超過30日，咁你咧就可以多過30日去還台。咁如果你話冇乜嘅原因都冇，一定要30日，咁你試下30日內跑會啦。就咁你行程裏邊咧有冇遇到一啲路咧係好難行？又好窄，講緊你就唔止得行個蘇花公路，係冇行人路喎，啲車你側邊苦咁過，咁你今次有冇咁嘅情況？嗰啲行人路係好窄，有啲咧佢係2條線一齊行嘅，就2架貨車一齊行嘅時候咧，就仲更加恐怖。咁再加埋一樣恐怖係咩嘢咧？就係台灣咧，佢嗰啲私家車啊或者細車咧，佢係可以喺街度咧就咁隨便就泊喺度嘅。咁佢泊咗喺度咧，佢泊咗喺度咧，你就要兜去架車側邊，即係要兜入去馬路嗰度行。咁嗰度咧就比較危險。但係蘇花公路咧唔係咁危險，行路唔係咁危險，落石係好危險。如果落雨，
下一次多算啦。我就冇咩特別話即係想話係行邊度嘅，咁咧就咁啱咧，就係墾丁咧就有個比賽，咁所以咧因為要喺高雄嗰度出發，咁因為個時間咧係會就好多，咁所以咧我就用逆時針方向嚟到行。咁佢一兩日之後咧，佢就話：喂阿媽，呢個活動都有啲意義喎，咁會唔會寫書啊？我話嚇，寫書我冇咁樣諗喎，好大壓力嘅喎。咁佢話冇壓力嘅，你夜晚得閒咁，你咪寫啲嘢，然之後寫好晒咁，然之後翻嚟香港咧就交俾 AI 去做就得㗎啦。幾日之後咧，我就應承咗。點解咧？因為咧，我覺得咧係第一因為寫書你嘅得益咧係最大化。你因為寫書，你會去將你今次嘅行程咧，會再去整理，再揾多啲嘅資料。第二咧，就係你做完之後，出咗書之後咧，你係可以幫到其他人去圓夢，去做呢件事。所以我應承咗，我話我會寫嘅。咁多位同學仔朋友嘅，你真係我，你真係我。嗱，望一望啊，唔易。我真係得意咗，俾啲手。